个姐姐们，今天给你们带的是我的2条飘花手串，2条1块料子的飘花手串，一个是后头，一个是后围。后围是100万缅币，后头是120人民币的话，2400和100万是1700块钱，2条，无棉无裂，棉是有一丢丢，但是没有裂，2个都是特别好看。飘花多的那个是后头，2个对象，女一个男一个可以戴啊 ，couple 可以戴 couple， 姐妹们可以戴，姐姐一个，妹妹一个可以戴啊，特别好看。有想戴 couple 的人适合买这个，好看，给你们戴一下。好美啊，特别便宜，一个是1700，一个是2400块钱人民币啊。想要吗？各位姐姐们可以来加我，给你们安排啊。